係，我哋繼續上次嗰個話題，就係約翰福音1章1節，耶和華見證人就有佢嘅觀點，話語是個神。睇到佢哋喺網上面嗰個新世界譯本嘅精讀版 Study Edition 入邊咧，佢咁樣去話嘅喎。話語是個神，下邊咧有呢一段嘅説話。70子譯本常用嘅希臘語 Theos 來翻譯希伯來文嘅詞 El 同埋 Elohim。後面呢兩個詞咧一般譯作上帝，而他們嘅基本意思很可能是大能者或強有力者。這兩個希伯來詞可以用嚟指全能嘅上帝、其他嘅神以及凡人。話語被稱為一個神或大能者，同以賽亞書9章6節嘅預言係一致嘅，預告彌賽亞會稱為大能嘅神，括住不是全能的神，他也會做他子民永恆嘅父親。佢哋好強調咧，大能嘅神同全能嘅神咧係唔同嘅喎。咁我哋睇下聖經嘅證據係咪真係支持耶和華見證人嘅立論呢？嚟以賽亞書9章6節，希伯來文聖經咧其實提到 Mighty God， 耶和華見證人亦做大能嘅神。個希伯來文咧係 El Gibor。 我哋睇下，其實同一個字眼咧喺舊約聖經咧，希伯來聖經入邊咧大概出現咗5次，其中一次就係呢一節。接近嗰次喺邊度咧？就係以賽亞書10章21節。建議大家咧去睇，即係探討關於以賽亞書9章6節呢一個系列嘅經文證據嘅時候咧，其中一個譯本咧可以用當代聖經嘅。有乜特別咧？我哋可以睇下。咁喺呢一度咧，以賽亞書嘅第10章21節，當代譯本係咁樣譯嘅：重新歸向全能嘅上帝。喺希伯來文呢一度咧，10章21節係話 El Gibor。 喺聖經入邊另外嘅3處係講緊全能嘅神係嚟自邊度咧？耶利米書32章18節，偉大全能嘅上帝啊，你名叫萬軍之耶和華。咁喺呢一度咧，我哋翻嚟希伯來文啦，就係咧 Ha'el Hagadol Hagibor Yahweh Tsavaot Shemo， 他的名字是萬軍之耶和華。係邊位啊？係偉大全能嘅神，或者偉大全能嘅上帝。另一節嘅經文咧就係嚟自申命記10章17節，你們的上帝耶和華是萬神之神，萬主之主，是偉大全能可畏的上帝。嗰個經文用到嗰個字眼係 Ha'el Hagadol Hagibor， 係講緊偉大全能嘅神。尼希米記9章32節，我們的上帝啊，你是偉大全能可畏守約施慈愛的上帝。總結一下先，原來咧係希伯來聖經咧，頭先讀過嘅有申命記啦。申命記喺希伯來聖經咧係屬於 Torah 摩西五經嘅部分。跟住啦，以賽亞書9章6節，以賽亞書10章21節，同埋耶利米書32章18節，其實都係嚟自先知書 Nevi'im 嘅部分。而另外啦，尼希米記咧就係嚟自聖卷 Ketuvim 嘅部分。咁我哋睇到咧希伯來聖經嘅分類咧 Torah、Nevi'im、Ketuvim TNK， 正正代表希伯來聖經嘅整體啊。或者覺得咦，呢個係你哋揀嘅其中一個譯本，當代聖經將 El Gibor 或者 Ha'el Hagibor 譯咗做全能嘅上帝，新世界譯本都係譯做大能嘅上帝喎。咁大家咪喺度拗嚟拗去，其實都冇意思㗎。呢一個版本咧係即係修訂版咧係睇唔到咁多嘢嘅喎，尤其是個串珠經文嗰度咧係欠奉㗎。但係如果我哋睇舊版2001版嘅時候咧，就真係睇到少少嘢嘅。喺尼希米記嘅9章32節，新世界譯本係咁樣講嘅：現在我們的上帝啊，你是偉大大能可畏的上帝，
手所立的約顯忠貞之外。喺呢一度咧，大能如果喺個網頁版上面咧見到有個嘅世界英文字母 N 一個串珠經文咧就有兩句㗎。大能呢個字咧係串珠喺創世記35章11節。我哋睇下創世記35章11節講乜嘢？上帝又對他說：我是全能的上帝。好啦，我哋可以總結啲乜嘢呢？耶和華見證人喺聖經入邊，尼希米記9章32節話耶和華係大能嘅，而佢哋嘅聖經版本大能呢一個嘅串珠經文就係創世記35章11節，全能嘅上帝。換言之，大能喺新世界本嘅定義就係全能嘅上帝。新世界本精讀版網上面咧有個評論就係大能嘅神唔係全能嘅神，但係我哋睇到喺新世界本尼希米記9章32節，大能個串珠對照係全能嘅上帝。咁喺希伯來文係乜嘢呢？全能嘅上帝就係 El Shaddai。話見證人教派嘅領袖所撰寫嘅聖經嘅注腳聲稱大能嘅神同全能嘅上帝係兩回事，但係佢哋嘅新世界譯本就正正講到俾我哋聽 El Gibor 大能嘅神或者大能嘅上帝本身正正係表示全能嘅上帝 El Shaddai 係同一個意思嚟嘅。當佢哋相信以賽亞書9章6節係預告緊彌賽亞耶穌嘅話呢，咁耶穌係嗰位大能嘅神，喺新世界本嘅意思，即係佢係全能嘅上帝。講完啦，請耶和華見證人回應啊！你嘅信仰係咪真係建基喺聖經上面，定係建基喺你教會領袖嘅教導上面呢？希望以上簡短嘅分享可以減少大家同耶和華見證人有信仰上面任何嘅拉鋸爭論嘅時間，而係呢，我哋一針見血講事實，講新世界本嘅事實，等耶和華見證人面對自己信仰嘅真相。我哋都希望準備好自己，可以更好運用聖經，包括咗運用耶和華見證人出版嘅刊物，佢哋嘅聖經去證明邊一個信奉嘅先至係真理。願意大家都裝備好自己，向耶和華見證人分曉真道。下次見。